我覺得咁嚟緊下一個球季目標係咩咧？我諗係相當之清楚啦。咁啊，冠軍當然係咪先？咁就我諗任何嘅領隊都希望球隊能夠有一個好嘅成績啊嘛。咁而家現時呢一個月嚟講，我最主要就係希望操好啲球員嘅狀態咯嚇。咁以往其實你之前都有夾咗經驗啦，分別係華家寶同埋香港08啦。咁其實今次嘅千萬大軍會唔會壓力咧？其實本身自己教任何球隊都有壓力㗎啦。咁啊，可能就教職業隊同埋教業餘隊咧個分別就壓力冇咁大啦。業餘隊咁就職業當然有球迷嘅壓力啦、傳媒壓力啦，同埋老細壓力啦。咁呢一方面就比較係就要慢慢掌握啦嚇。咁其實你緊啦，球季都好多新兵啦。咁其實你會唔會擔心磨合嘅問題咧？咁其實大部分球員都係相當之有經驗嘅，我哋呢隊波就咁，所以就話喺佢哋嘅溝通方面咧，其實都唔需要太擔心，因為大部分都係一啲老朋友，甚至乎係一啲舊隊友啦。咁所以話喺嗰個溝通上，我唔太擔心呢樣嘢嚇。咁其實都睇翻今屆都有4位嘅年青球員今年升上甲組啦。咁你哋覺得佢哋今年嘅落場機會大，同埋覺得邊個球員你最大嘅期望咧？咁其實我4個年青球員都係我心目中係將來嘅希望嚟㗎。咁最主要就話暫時喺季初都係希望係俾一啲係有經驗嘅球員係落場比賽先，因為始終新球隊咧喺嗰個開季方面，嗰個重要性咧個經驗上可以幫到啲咯嚇。因為如果你話太年輕或者甚至乎係冇乜經驗嘅球員踢先咧，可能佢哋未必即係可以接受得到嗰種壓力嘅嚇。咁而家現時自己心目中有冇你預計嘅正選陣容咧？其實正選陣容初就大家都有喺度嘅，咁最主要就係我都要睇睇佢哋個狀態同埋大家嘅配合點樣啦。咁我諗都要經過個零月嘅練習同埋個日練習賽先至再決定啦嚇。因為都睇翻啦，咁今年你哋嘅球員都好多啦，咁會唔會其實後備兵員就足夠啦？咁會唔會其實個別位置上你都會諗住係想希望增添新嘅球員咧？暫時嚟講就人手就相當之充裕啦，咁就再增就應該都暫時唔會噶啦。咁最主要就話即係咁多人都希望能夠一個好嘅良性嘅競爭環境啦嚇。OK。